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。下礼拜我们推出上市嘅气发量专辑，探讨在都市当中露宿嘅重要性。台湾露中到内地为数嘅，主要监测露宿修建救治问题，韩国预测的争议。系讲公园系都市嘅气，加露宿如系气干咯。强悠悠嘅露宿唔单止是在强化空气，减少吵闹声，还是在调节温度。谈论季节转变嘅花屯野白，韩国系父母奶丛林当中过江嘅风景。不过系种唔错数嘅，咁问题是一千大毛。从台北市嘅市树、榕树、台中市嘅市树、黑板树，都因为过会大，基因过会惨，会破坏银行土，还会降到过路人咯。过有热带风情嘅台湾椰树，野白又大又重，跌下来擘到人也算差，如果危险。开发嘅夏季太片九凤嘅木棉树，大致世界的面呢，也会使知道空气变唔好，居民透气透过门。露宿有乜嘅重要性，又要用嚟种呢？来看我哋嘅专题报道。喺都市空間熱，最簡單路接圈嘅都會搶。用台北市來講，沿海路、敦化南路口，規路嘅強有為數，係該當熱了兩三鋪嘅好所在。因為可以綠化整個環境，然後讓市區就感覺有一種綠意的存在。一個都市它先不先進，還有它是不是國際化，其實跟它都市的形貌、都市的景觀很有關係。我很喜歡我走在路上的時候是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的，是有遮蔽的。露宿唔單止做得明暗綠化使用，還做得強化空氣，減大吵鬧聲。當地為經營冇作為茶杯天賦，調節都市溫度，降大受到現象，功能輕多。我們一棵樹，譬如1立方公尺，它可以生長，它的材積都是1立方公尺啊，它可以吸收差不多有1.5噸的二氧化碳。所以它能够净化我们呼吸的这个废气，另外它可以调节气候，在这个林荫大道底下，大家在里面就自然而然就会感觉这个非常的温度下降，那心情就会觉得很轻松。露宿的花屯野白談論世界變化，未變做都市的風景。佢為韓國建造出天氣特色，也按多年來嗰多年改換沙庫啦，嗰度天氣開始喺街路巷種沙庫啦。希望行出門就看得到將開花大年嘅沙庫啦。台北市天母中正路嘅台灣來星木，秋天開黃花，花車黑，又打出深淺無窮色嘅紅色構字，講都講唔得。南投18年種樹形成的長石龍，韓國係有名嘅觀光景點。路順兩片的種樹上到過望上，樹芽林林嘅，所有景上景抬頭，形成景景，看起來可以詩情畫意。某一個地區有某一種特殊的樹的話，它可以變成一個景緻的一個配置，一個景緻的象徵。講到這個某一棵樹或者某一條道，大家知道哦，這個地區這個景緻的這個標誌。唔過並唔係每一種樹嘅都適合做露宿，種茶味是係問題1000擔。用木棉樹來講，木棉花開到貴江嘅時節，貴路嘅九鳳將係貴江。唔過喺度睇附近嘅人家是係貴傷腦筋，因為木棉花開嘅免得通風碰碰壁，空氣變唔好，還有人會因為呢透氣透過門。很恐怖就是母親節左右嘛，我們都不能開。不敢開門。如果是有開那個紗窗的話，
都是这样一片。啊，你喘气嘛艰苦，迄米人飞到内底入去啊！啊，一过人过路人徛大摆，咱嘛讲，哎哟，哪安尼哪安尼。中南镇安定人老嘅木棉树下後使到唔影響居民嘅蔬菜來種。台灣高鐵一度搶安尼嘅事件，高鐵phòng政府搶做得當年派人囤購資檢核，也係寫約嘅目標達至。那現在好像台北市他們大概經費比較多吧，也比較多人力，他們會在接過前會把那個連續一個一個剪掉，可是那個是一個很耗工的一個工作。那南部這個台南跟高雄，他們的做法都是用噴藥的方式啦，嘿，就是在它的結果早期吧，或者開花末期，他們有一個掌握有一個時間點，然後去噴那種東西，然後讓它後續不結果。台北市新生公園士林區溪強路十旁紅氣面，5月竟有人透過附近批起來碰觸，那發現係一般人講嘅主事花被種入平鋪開花，造成附近居民怪太也麻煩。它這個開花的時候味道是很臭，真的很臭。像什麼樣的味道？好像那個大便的味道。因為比如它的開花的時候，那個花非常非常的惡臭。那有人形容說，它的臭味像那個腐屍的味道，所以這樣鄰近的這些住戶都窗子都不能打開，就覺得很痛苦的，要那一個月這樣子。因為世界性有爭議嘅路樹，還有台灣蘭心木，因為風濕出蜱蟲係適應能來睇，嗰所睇春天繁殖季節會出現該度嘅出蜱蟲，嚇壞該度過路人團居民。因為它從卵孵化出來以後，就是一大片啊，整個樹枝啊、樹幹都是這樣密密麻麻，然後紅色的這樣。因為它看起來很惡心啊，然後成蟲以後又會飛，它會到處飛啊。台北市境外路兩片歸來的太房野嘅，在門太頭有個甜甜嘅，個有熱帶風險。上座見證日本人改後太房野嘅樹，日本樹嘅種改多，也喺台北市路樹當中，大概有1800人頭。如果一被蟲行過重力加速度，跌下來嘅破壞力改定熱比，就有呢種怪嘢，連內嘅人行土船有歸來的太房野嘅，有太有蟲嘅一被跌下來，才是麥當人更危險。人家反映掉3-4處下來了，還好都沒有照到，要照到人怎麼辦？你要考慮講這是行人的安全嘛，還有颱風來，你這個看安尼倒的，是不是攏到迄邊過？你個人講的，你要安怎？大黃葉子的樹葉很大，它掉下來的時候容易打到車、打到人，所以呢，我們市政府每年都有編列預算啊，針對這個針對是大黃葉子的部分，我們會去做修剪，然後。最近也是因為考慮到這個公共安全的問題，所以呢，我們新的行道樹，我們也在避免再種這個大黃椰子。台北市樹榕樹喺台北市路樹當中數量最多嘅樹位，算係前景性嘅樹位。天內行內就看得到野雞，佢會睇為順輪體轉嘅碰來生，睇野就會破壞到硬體，破壞人行道嘅體轉，等上開過路嘅人更多。還有民眾投講，用樹嘅建設到嘅排水管，甚至到落雨天嘅時節，水會倒流，連2樓嘅人家都淹水。陽台的排水管、排水孔溢出來，所以我家的地毯、家具全部都泡水。這個是串根哈，它的榕樹根把它擠到變形，這麼硬的結構，還是沒辦法阻擋串根問題。不過3-4年嘅老榕樹，種唔得講多就多。台北市政府均可用很多嘅心力去管理維護。我們現在已經新的行道樹，我們已經不選擇種這個榕樹，但是舊的榕樹如果有產生這個問題的話，我們是會在這個地底下，我們會做主根牆，我們來改善它，不要讓它繼續影響到這個建築物跟地面這樣子。我們等於是說，每一個榕樹的路段，我們都會有一個更新的樹種。那我們是說，自然的
缺猪或者是那个台风灾害来的时候有缺猪少了之后，那我们会选择另外的树种来做一个更新，这样那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更新完，我们是说自然渐进式的这样把它更新掉。山神冲安的问题还有路数当中接上看到的副标书，因为所谓抬头要标出规划上喺嗰度演示佢後種嘅樹種，未係台中市樹。我見佢嘅問題未該厲害，會破壞路面人行道嘅鋪面，甚至到人工島側上見開。因為規劃上嘅體質，多數怕佢吹靠唔入颱風，佢會斷氣。強風之後，颱風之後容易這個造成狀況的話，這個其實黑板樹也是第一名啊。黑板樹就是它生長得太快速，所以它枝條很脆了。我曾經有做過調查，黑板樹大概在颱風之後100%就是沒有一棵幸免的，每一棵都有狀況的斷枝啊，什麼折幹啊，它們都是生長比較快速的啦。生長快速的樹木它比較不耐風，不耐風，所以強風來的時候，它的枝條比較脆，所以就很容易斷折。有按到問題，按有爭議訴訟，專家建議未來莫再種嘅，最好徹底點火，先種本土性嘅訴訟，參論來種，而檢測出各地嘅景觀特色。而且現在比較講究的是混植，就是說同一條道路其實不要單一樹種，然後多幾種樹可以混植。其實這個是對整個生態環境是好的，因為那樣的混植的樹，它在整個生態環境裡面它是比較穩定的。如果單一樹種一旦傳染病蟲害，它是整條道路裡面所有的這些同樣的樹種就一次全掛了。我覺得應該各縣市政府，然後不同的道路它的特色應該要選不同的樹種來混植，應該這個是蠻好的。到底哪一種樹種好？我還是強調一句，必須了解這個樹木的生長特性，來適地樹木，先了解，然後你再來選擇。這個選擇說實在的，沒有一個很固定的一個標準，只是一個原則。但是你要看你要種在什麼地方，那最好是選擇鄉土的原生的樹種。這樣的話，因為它這種樹種在這個地方已經適應了很久，所以你在這裡種植的話，理論上應該比較不會造成太多的這個問題。各地方政府提供露宿的時節，應該多談學者專家的意見，照各地區的內容、氣候、環境、生意來選樹種。同時，唔但搶係種天呢，還要有通盤的整體規劃。你樹種在栽植的時候，你必須要有整體的這個規劃。所謂的整體規劃，就是說你不要這棵樹，這個地方很小，只限你空間很小，你種很大的樹。或是說你栽植的這個地方下面有地下的管道，你要種到將來在不斷的施工，或者上面有高壓電線，那你栽了之後，要不斷的去修剪它，那樹就不成形了。路樹愛種客改，唔過愛成為百年的都市綠化景觀，形成都市發展後，按到居民的濕地文化記憶是冇按改。除了生意先樹種景開，種過後會維護管理，讓嘅就唔會見到唔跌當，確實做到地好植樹的精神，減怕人係一定重要的課題。